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amantha， 又叫子瑩道長。我哋單講先天命盤，未包含咗改名之後嘅五行補缺。我哋再嚟睇嘅係乜嘢呢？缺木，佢會代表啲乜嘢嘢啦？有好多人講木頭，唔係咁簡單嘅。木喺五行嘅裏邊呢，佢係代表住仁慈嘅仁，佢代表一種生長、生發、向上舒展嘅嗰個力量。大家可以諗下春天嘅時候，我哋啲發芽嘅小草喺地底下邊，係咪啊？轉出嚟啊，生出嚟啊，然之後咧，大樹上邊咧，亦都會有啲新嘅樹枝會生出嚟噶，一種欣欣向榮嘅景象。呢個就係木嘅力量啦。所以如果一個人佢木嘅力量好足嘅話咧，佢會點咧？佢會好有人心，好善良，有同情心嘅，中意幫人嘅，就好似棵大樹一樣。佢可以庇護他人嘅，而且佢好有創造力，有規劃嘅能力。佢嘅人生咧係不斷向上生長嘅。佢會俾自己設定一啲嘅目標，然後一步一步去實現嘅。佢永遠都係充滿住生機活力。咁如果一個人缺木咧，木嘅力量比較弱，咁會點啊？第一樣嘢就係佢會缺乏上進心，佢就好似乜嘢嘢都提唔起勁，得過且過咁樣。你問佢你將來有啲咩打算啊？佢可能擰下頭唔知喎。見步行步啦，呢個唔係代表佢懶啊，佢唔係懶啊，佢係打從佢骨子嘅裏邊咧，佢就缺乏咗嗰種向上生長嘅動力，就好似粒種子埋咗喺泥土嘅裏邊，佢係冇嗰種破土而出嘅嗰個力量同埋慾望。咁佢嘅人生咧就好容易停滯不前嘅。停留咗喺某個地方，留咗好耐都冇變化嘅。第二樣嘢咧就係佢缺乏慈悲心，但係呢一樣嘢唔係話佢就係一個壞人，no， 唔係咁嘅意思。佢係比較冷漠，比較自我。人哋有痛苦嘅時候，佢感受唔到。你同佢講一件好可憐、好慘嘅嘢，佢聽咗之後咧，知道啦。佢冇嗰種感同身受嘅能力啊。因為木所代表嘅嗰個人，嗰種推己及人嘅情感喺佢身上邊係比較薄弱嘅，所以佢喺人際關係裏邊咧，會成日俾人覺得佢有啲冷漠，唔容易接近嘅。第三，佢做事情冇計劃性，佢只會我諗到乜嘢就做乜嘢咯。可能佢今日想學煮飯嘅，然後佢就走去參加好多關於烹飪嘅嘢。學咗冇兩三日咧，2-3堂之後咧，佢又覺得冇意思，然後又走去學畫畫。學畫畫之後咧，學咗幾日咧，畫咗幾筆啦，又覺得好難，然後又放棄啦。佢嘅人生就好似一堆散亂咗嘅木材一樣，散晒，呢度一塊，嗰度一塊，嗰度有一條。佢從來都冇去諗過就係點樣去將呢啲木材堆翻一齊，然後設計佢去成為一張台啊，一張凳啊，或者去創造某樣嘢出嚟㗎。佢有材料喺度㗎，但係佢冇嗰個規劃性同埋創造嘅藍圖喺裏邊啊。所以佢成日會覺得佢自己好似做咗好多嘢，但又回頭一睇嘅時候咧，又好似冇樣嘢係做得成嘅。呢個就係缺木嘅表現啦。我哋下集繼續。